台湾新闻摄影协会举办台湾新闻摄影大赛，对2000多件作品内面竞出143件得奖作品。做伙来看这过去一档摄影记者为咱留落来什么款重要影像。画面当中，一领黄色雨伞，一阵香港民众头咧咧对倒一位伫反送中运动内底跳楼自杀的市民。这是台湾新闻摄影大赛的年度最佳新闻相片。他用一个高角度来拍，那个象征意义非常强烈，那样的一张照片，给人看的可以有非常多想象的空间，然后会让观者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蓝天当刷的上尾一号是黄春香因兜，伫咧强制跳图进前，黄春香伫警方设立的封锁线头前开车口。联络军讲，这件作品甲黄色雨伞迄件，互评审团是真乌决定啥人是冠军。现场的情绪做了很精准的记录，而且也很有象征意义。事件的代表性跟张力可能稍微强烈一点点。记者的工作是很忙碌的，很难有机会可以停下来思考、反省。那这样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，是一个自我检视，与同业互相切磋一个很难得的机会。这摆2000多件作品参赛，143件得奖。联络军讲，希望会有更较侪人来参与，甲全面做较看，嘛透过展览，互大家看到这的作品，大家互相观摩，提升新闻摄影的能力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